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小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小干是千金买厝，万金买厝边。你咧买厝的时阵，可能会去考虑到交通敢有利便，附近敢有超级市场，还是传统市场，敢有好的校区，敢有公园，大楼内底有啥物设施会当使用。敢有驾车位等等，嘛可能会去探听迄个所在是啥物款的社区。毋过真少会去想到你的厝边会是啥物款的人。所摆真有可能是厝买好，才会知影，若是你开千金买一间厝，才发现其中一个厝边态度真歹。定定甲恁兜的人威胁讲，若是互伊无欢喜，伊都会用伊做的炸弹，互恁兜死甲真歹看。你逐工拢爱烦恼讲，伊敢会对你，还是恁厝内的人不利？逐工安尼，住了敢会安心，敢会自在？所摆在买厝进前，若会当先熟悉厝边头尾。住了会搁较安心、较自在。以上感谢收听。